到從未聽的樂言，我救他的肩脱離重擔，又使他的手放下康能。你在患難中呼號，我救不了你。我是上主，你的天主，你為我聖人。從雷鳴的雲彩中，我答應了你；在麥黎巴的水邊，我試探了你。請聽，我的百姓，我要警告你，以色列，恨不得你能聽從我。我是上主，你的天主，你為我聖人。在你中間不應有別的神，千萬不可崇拜外邦的神。我是上主，我是你的天主，是我由埃及國將你領出。我是上主，你的天主，你為我聖人。如果我的百姓聽了我的命令，以色列人隨從我的道路而行，我要以麥子的精華養育選民，以石中的蜂蜜飽享他們。我是上主，你的天主，你為我聖人。天主聖言，願光榮歸於你。基督天主聖言，願光榮歸於你。主說：你們悔改吧！說：你們悔改吧，因為天國臨近了。基督天主聖言，願光榮歸於你。願主與你們同在，也與你心靈同在。恭讀聖馬爾谷福音。願光榮歸於你。那時候，有一個經師上前來問耶穌說：一切誡命中，哪一條是第一條呢？耶穌回答說：第一條是以色列，你要聽，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，你應當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。第二條是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。再沒有別的誡命比這兩條更大的了。那經師對耶穌說：不錯，師傅說的實在對，他是唯一的，除他以外再沒有別的，應以全心全意全力愛他，並愛近人如自己，超過一切全燔祭和犧牲。耶穌見他回答的明智，便對他說：你離天主的國不遠了。從此沒有人再敢再問他。上主的話。呢個我們咁難明嗬，不過難就乜嘢難點樣去生活或者去做出嚟。有時我哋人時時覺得生活好困難，甚至有時好痛苦。點解咧？點解啊？好簡單㗎嘛！我哋冇聽主耶穌嘅教訓，冇聽天主嘅話，咪辛苦咯。尤其是今日福音，正係我哋最關鍵所謂腰心腰肺嘅地方。當我哋唔愛嘅時候，我就會產生乜嘢仇仇恨恨、怨怨，呢啲嘢會嚟嘅你唔愛嘅時候，呢啲嘢會走埋你嗰度嘅，令到你嘅人生，令到你嘅生活點
痛苦咯。所以耶穌教我哋嘅天主要我哋明白嘅其實唔複雜嘅。我時都話，我哋要幼稚園嘅小朋友都識嘅，無論係咪教友，一見佢哋個食飯打招呼早晨，跟住佢哋講呢句暗語愛主愛人。如果你明白，就算佢哋冇領洗，唔係基督徒，唔係教友，只要有愛咧，就有咩啊？有幸福。只要有愛，就有天國。天國係乜嘢啊？天國就係愛，天主就係愛。所以希望我哋今日福音去睇到天主係幾咁愛我哋，唔係因為我哋抵唔抵錫，唔係因為我哋淨係將佢愛。睇翻成個救恩嘅歷史，由始至今啊，人做錯幾多嘢啊？人幾敗壞啊！但係天主唔改變，因為佢唔能夠改變，亦都唔想改變，願意愛我哋愛到點啊？愛到底，甚至自己嚟睇個聖子嚟點啊？嚟救贖我哋受罪嘅苦。所以有時我哋面對困難痛苦，其實行一啲濕碎，比得上耶穌咩？比唔上。所以我哋真係要改變呢個世界，改變我哋自己，改變我哋嘅生活，改變呢個社會，我哋家庭一件事就夠啦。記得啦，翻去熟呢段聖經，好好咁去生活出嚟，咁嗰度就係天堂，嗰個就係天主嘅地方，我哋嘅歸宿。讚美你，我哋將帶你同你哋出生嘅變餅呈獻俾你，真係我哋生命嘅食糧。願天主領受讚。上主話：天主賜俾你飲品，我哋讚美你，我哋將啲葡萄酒呈獻俾你，真係我哋精神嘅飲品。願天主領受讚。各位弟姊妹，請你哋祈禱，按全能嘅天主聖父收納我哋嘅一切奉獻嘅聖祭。上主，佢讓我哋奉獻嘅禮品，使呢個獻禮成我哋永遠得救嘅助佑。因主耶穌基督嘅名，求你俯聽我哋祈禱。請大家感謝主，我哋嘅天主。主聖父，全能永生嘅天主，我哋時時處處感謝你，實在係理所當然嘅，你能使人得救。你為咗淨化我哋嘅心靈，特別制定咗4場齋期。幫助我哋除去私慾偏情，擺脱世俗嘅困擾，以追求永恆嘅幸福。為此，我哋祈求眾神聖同所有天使歌頌你嘅光榮，不停咁歡呼。聖上主下有天主，你的光榮充滿天地，歡呼之聲響徹雲霄，奉主名而來的。當受讚美，歡呼之聲響徹雲霄。上主實在是神聖的，你是一切聖居根源。因此，我求你派遣聖神，祝聖這些禮物，是成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禮成願。他甘願捨身受難時，拿起麵餅，感謝你，分開。交給他的門徒說：你們大家拿去吃，這就是我的身體，將為你們而犧牲。
晚餐後，不斷拿起杯來，又感謝了，交給他的門徒說：你們大家拿去喝，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生而永久的盟約之血，將為你們和眾人傾流，以赦免罪惡。你們為紀念我而舉行這事。信德的道者，基督我們全部會於前世，我們個眾嘅基督，我們上主啊，使我們紀念基督的聖死與復活，但你奉獻生命之糧救恩之杯，感謝你，使我們得在你台前侍奉你，我們懇求你，使我們在分享基督的聖體聖之後，因聖神合而為一。上主求你率領普世的教會，你的子民和我們的教宗方濟各，我們的主教就受任使命，受到主教以及全體教士，使他們在該德中日趨完善。求你率領我們以我們的弟兄姊妹，他們為着我哋希望而安息，並求你率領所有該死的人，使他們得以你榮耀的光輝。求你率領我們眾人，使我們得與天主之母共沾永福瑪利亞、聖母的姊妹聖若瑟、諸聖宗徒，以及歷代愛你的全體聖人，共享永生。並使我們藉着你的聖子耶穌基督讚美你，顯揚你。藉着基督，皆同基督，在基督內，一切崇敬和榮耀歸於你，全能的天主聖父，及與你同體的聖神，世世無窮。我哋遵從救主基督教訓訓示，先給給安其為天主仔女，因為充滿愛，就係靠你父祈禱。我們的天父，願你名受顯揚。願你的國來臨，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常給我們日用的食糧，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，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。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，但求我們免於惡魔。上主，你期待主嘅就係永生嘅幸福同埋救主耶穌嘅來臨，求你喺一切災難之中拯救我哋，因賜我哋今世平安，使我哋有你仁慈永遠脫免罪惡，亦都喺聖訓練之中得到安全。天下萬國，普世權威，一切榮耀永歸於你。主耶穌基督，你唔單止對中途，你恩典今日對我哋話嘅。將平安留俾你哋，將個平安賞賜俾你哋。主啊，求睇我哋嘅罪過，但係你教會我哋嘅信德，亦當住你嘅聖潔，喺教會安定團結，嚟天主永生榮光。願將平安時時與你哋同在。請大家互祝平安，祝大家平安。請睇下天主嘅羔羊，請睇下隨便世罪嘅一句話，我哋